2025年，一場針對中國電動車嘅大包圍戰已經喺全球範圍正式打響。呢個絕唔係簡單嘅貿易摩擦咁簡單，而係全球產業鏈重新洗牌嘅必然結果。引爆呢個炸彈嘅藥引，正正係歐美國家對中國電動車築起嘅關稅高牆。呢個唔單止係稅率數字嘅變動，更係西方世界對中國輸出通縮模式嘅戰略性回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嘅公告就好似一記重錘。8月1號生效嘅對華電動車100%關稅，同埋針對電池、芯片呢啲核心零部件嘅高額稅收，實際上已經宣布咗中國電動車徹底無緣北美主流市場。你可能會駁嘴，話美國本來就唔係中國嘅主戰場。的確，數據話俾我哋知 ，Tesla 佔咗美國近40%嘅新能源市場，日韓品牌跟住尾。中國品牌嘅生存空間細到幾乎睇唔到，加上美國正全力推動再工業化，利用政策工具強行將供應鏈拉返本土，呢扇大門早就對中國閂埋咗。另外就同大家從最殘酷嘅外部現實講起，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嘅繁榮建立喺一個極其脆弱嘅假設之上。就係以為西方世界會無限度咁容忍中國利用國家補貼製造嘅廉價產能去衝垮佢哋本國嘅工業體系。不過呢個夢已經醒啦，一場針對中國電動車嘅全球圍剿戰已經全面打響。呢個唔再係簡單嘅生意爭拗，而係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嘅生存戰爭。引爆呢個雷嘅導火線，正正係歐美國家築起嘅關稅高牆。呢堵牆嘅厚度足以令任何性價比優勢化為烏有。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嘅公告就好似一張宣戰書，從今年8月1號開始，對中國電動車徵收100%嘅懲罰性關稅，對電池、芯片呢啲核心零部件嘅關稅亦都大幅加碼。呢個唔單止係稅率調整，呢個係直接嘅清場令。美國嘅意思非常明確。中國電動車必須徹底滾出北美市場。你或者會自我安慰，覺得美國市場細，中國仲有廣闊嘅歐洲同全球南方，但呢個正正係最致命嘅誤判。睇下歐洲，嗰個係中國新能源汽車出口嘅生命線，佔咗高達42%嘅出口份額，但依家呢條生命線正被人無情切斷。歐盟緊隨美國之後，製出咗最高37.6%嘅反補貼關稅，並準備將佢長期化。加拿大亦都磨刀霍霍，準備同美歐保持步調一致。點解？唔通西方唔識綠色環保嗎？唔通佢哋唔需要平價車嗎？當然需要，但冇任何一個國家嘅政府能夠容忍本國擁有100年歷史嘅支柱產業被外國嘅國家資本主義衝垮。更加無法承受隨之而嚟嘅幾百萬產業工人失業潮。喺政治正確嘅環保口號同政權穩定嘅就業率之間，所有西方政客都會毫不猶豫咁揀後者。呢個就係當今世界嘅底層邏輯。供應鏈嘅安全同本土化壓倒咗一切經濟效率。當中國想通過出口新能源汽車嚟轉移國內過剩嘅產能，通過以鄰為壑嘅方式嚟解決自身嘅經濟困境嗰陣，實際上係向全世界輸出緊通縮同失業。呢個必然招致全球性嘅反擊。當外部嘅輸血喉管被徹底切斷，嗰個龐大到令你窒息嘅產能洪水會流向邊度？答案得一個，倒灌返國內。呢個將係中國新能源車企噩夢嘅開始。我哋將會目睹一場史無前例嘅內卷大屠殺。呢個絕唔係咩良性嘅市場競爭，而係一場喺鬥獸場裏面進行嘅零和博弈。過去幾年喺國家財政好似撒胡椒粉咁瘋狂補貼嘅刺激下，中國嘅電動車企業就好似癌細胞咁野蠻生長。數據係唔識講大話嘅。2022年相關企業60萬家，2023年激增至92萬家。2024年更加突破咗驚人嘅100萬家，呢個係一個完全違背經濟常識嘅數據。一個正常嘅成熟產業點可能容納100萬家企業？呢個背後係舉國上下嘅盲目跟風，係地方政府嘅政績衝動，
更係無數投機者對補貼盛宴嘅最後狂歡。不過餐盛宴已經散場，隨住2022年國家補貼正式退波，嗰個靠額補貼就能夠賺到盆滿缽滿嘅荒誕時代玩完啦。我哋必須翻開呢本爛賬，睇下呢個行業喺過去10年積累咗幾多罪惡。曾經蘇州金龍1年之內虛報1000幾架新能源車，騙取巨額國資，更加有無數車企玩弄左手交右手嘅把戲，將架車賣俾自己嘅關聯公司，拆個電池裝落新車度再賣一次，最後將個空殼車架低價拋售去農村。呢種觸目驚心嘅騙術喺嗰個瘋狂嘅年代竟然係行規，依家潮水退去，裸泳者遍地，失去咗補貼嘅輸血，又失去咗海外市場嘅造血。呢百萬家企業就好似被關進咗一個缺氧嘅鐵屋裏面，未來嘅中國內地市場將陷入無休止嘅價格戰泥潭。我哋見到目前銷量最大嘅車型集中喺10萬至15萬嘅區間，甚至5萬樓下嘅低端代步車佔咗極高嘅滲透率。呢個說明咗咩？說明所謂嘅產業升級喺好大程度上係依靠犧牲利潤、犧牲質量，甚至犧牲安全性嘅做爛市、低價傾銷嚟維持㗎。喺咁樣一個逼爆嘅存量市場中廝殺，除咗極少數處於金字塔頂端嘅巨頭尚能依靠規模效應苟延殘喘之外，絕大多數中小車企注定將成為時代嘅炮灰。呢個唔再係優勝劣汰，呢個是資源錯配後嘅慘烈出清。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將會見到大量工廠執笠、供應鏈斷裂，隨之而嚟嘅係規模龐大嘅失業潮同從業者收入嘅斷崖式下跌。呢個唔單止係經濟帳，更係社會帳，係每一個家庭無法承受之重。我哋要深入追問，點解中國會陷入咁樣一個死局？點解國家要不惜代價咁推動咁樣一個注定產能過剩嘅行業？呢背後隱藏住當局深層嘅政治焦慮。表面上睇，呢個係為咗搶佔全球綠色經濟嘅高地，為咗實現產業彎道超車。但講到底，呢個係喺房地產引擎徹底熄火、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大規模外遷嘅背景下，當局試圖通過行政力量人為地做出一個新嘅經濟增長極。對內，佢被賦予咗吸納龐大就業人口、維持工業體系運轉嘅維穩重任；對外，佢被寄予咗賺取寶貴外匯、替代傳統出口產品嘅厚望。呢個就係官方口中新質生產力嘅核心邏輯，用國家意志去扭曲市場供需，用財政透支去換取短期繁榮。然而呢種違背市場規律、依靠行政指令同財政補貼堆出嚟嘅繁榮，本質上係極其脆弱嘅偽繁榮。呢種模式有一個致命嘅缺陷，佢假設全球市場係靜態嘅，假設西方國家係蠢嘅。但當歐美國家睇穿咗呢一步，通過關稅手段進行精準打擊時，中國唔單止無法實現外匯收入嘅替代，反而因為前期投入咗天文數字嘅資源，導致依家騎虎難下，被龐大嘅過剩產能反噬。呢個是一場豪賭，而中國賭輸咗。更深層次咁睇，新能源汽車行業嘅命運不過係中國整體經濟模式嘅一個縮影。我哋不得不正視一個令人絕望嘅現實，喺當下嘅治理邏輯下，好多宏大嘅國家級工程最終都難逃爛尾嘅宿命。從號稱千年大計嘅雄安新區到只有門牌嘅北交所，從房住不炒嘅口號到依家保交樓嘅艱難，爛尾似乎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經濟政策嘅一種常態化特徵。呢個並非偶然，而係體制嘅必然。呢種體制喺資源調動上或者具有短期嘅爆發力，好似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喺長期嘅資源配置效率上卻存在致命嘅基因缺陷。尤其係當最高決策層嘅意志凌駕於客觀市場規律之上，當政治掛帥取代咗經濟理性嗰陣，災難就已經注定。新能源汽車產業就好似當年嘅大連鋼鐵一樣，係一場政治掛帥嘅經濟冒險。佢嘅結局早就喺歷史教科書中寫好晒。
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必須剖析最高決策者嘅治理邏輯。好多人天真咁問，點解決策層總係看似喺度推行市場化，實則喺度摧毀市場基礎？點解唔能夠真正擁抱市場與世界接軌？答案殘酷而簡單，因為呢個唔符合權力嘅生存邏輯。最高掌權者嘅權力基礎恰恰建立喺對社會嘅全面管控同對市場力量嘅壓制之上。如果真正走徹底嘅市場化道路，如果真正允許私營企業喺法治嘅軌道上自由生長，也將係上一代技術官僚或改革派嘅舞台，根本輪唔到現在嘅執政團隊。正如一個人只能夠喺自己擅長嘅垂直領域取得成功一樣，當今執政者嘅垂直領域恰恰就係去市場化。呢個唔單止係能力問題，更加係路徑依賴同利益捆綁嘅問題。推動佢走向權力巔峰嘅唔係對市場嘅敬畏，而係對集權嘅熱愛同對控制嘅迷戀。於是我哋見到一種詭異而可怕嘅循環，政府一方面高嗌市場化，另一方面卻通過輿論機器不斷煽動對民營資本嘅仇恨。喺法治缺失嘅環境下，私營企業為咗生存，往往不得不游走喺灰色地帶，而呢個恰恰成為咗日後被清算嘅把柄。當新能源汽車行業爆發大規模嘅倒閉潮，爆出更多呃補貼醜聞嘅時候，官方媒體會迅速調轉槍口，將所有污糟水潑向貪婪嘅資本同無良嘅民企。呢個正正係爛尾之後嘅收場策略，利用市場嘅混亂嚟證明管制嘅必要性。呢個並非政府嘅無能，而係一盤精心算計嘅大棋，通過製造市場嘅失敗嚟為回歸集體主義同計劃經濟鋪平道路。當老百姓喺經歷咗一輪又一輪嘅混亂、失業同財富縮水之後，或者會出於對生存嘅恐懼，主動要求政府接管一切。因此，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嘅未來大概率係一地雞毛。佢唔會成為拯救中國經濟嘅諾亞方舟，反而會成為下一個巨大嘅財政黑洞同社會不穩定嘅策源地。嗰啲曾經跟風入局嘅企業，嗰啲滿懷期待嘅從業者，終將為呢個時代嘅宏大敘事埋單。呢個唔單止係一個行業嘅悲歌，更係一個國家經濟喺政治邏輯主導下走向封閉與內捲嘅必然注腳。我哋面對嘅唔單止係一個爛尾嘅產業，而係一個喺邏輯原點上就已經注定爛尾嘅經濟工程。呢個係一個悲劇，但更可悲嘅係呢一切本可以避免，卻喺權力嘅傲慢與執念之中，一步步走向咗深淵。